今日的圣经章记载伫新约福音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34节。新约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34节。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挂虑，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以上。诗歌分享，咱要将时间交予天韵合唱团。花蕊若是拄着风台天，较水的身躯嘛厉害害，水水的外表人有路，白白的面容若是笑嗨嗨，请你唔通来失志，上帝来照顾你，路途的花蕊，寒天过了拢该水，路途的花蕊，寒天过了拢该水。花蕊啊，请你甲我讲咱的一生是啥物？有时圆圆，有时欠亏，春天秋天咱袂停。有时圆圆，有时欠亏，不管秋天也春天。花蕊若是拄着风台天，较强的身躯嘛水糊糊，水水的外表咱欢喜，白白的面容闪开开，闪开开啊闪开开，请你唔通来失志，上帝会来照顾你，路途的花蕊，寒天过了拢该水，路途的花蕊，寒天过了拢该水。花蕊啊，请你甲我讲咱的一生是啥物？有时圆圆，有时欠亏，春天秋天咱袂停。有时圆圆，有时欠亏，不管秋天也春天。花蕊啊，请你甲我讲咱的一生是啥物？有时圆圆，有时欠亏，春天秋天咱袂停。有时圆圆，有时欠亏，不管秋天也春天。我知影，我知影，上帝甲咱惜命命。我知影，我知影，上帝甲咱惜命命。
只要凡事谢恩，应当义无烦恼，因为神全知道，专心向他投靠。他赐奇妙真平安，除人以外有力量。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想要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旁边的人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心灵是苦苦感，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因他顾念你们。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心灵是苦苦感，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因他顾念你们。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祷告，只要凡事谢恩，应当义无烦恼，因为神全知道，专心向他投靠。他赐奇妙真平安，除人以外有力量。他赐奇妙真平安，除人以外有力量。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边跟所有的长辈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主圣殿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主。好，那我们真的是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接下来我们要用2首台语闽南语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尊崇与敬拜。我伫咧梦中要学努力，我伫万面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家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家主天。咱三个来敬拜上帝，做伙来唱。我伫咧梦中要努力，我伫万面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家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家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家主天。奇妙
车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崇，我欢喜主做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题。上帝的路，远过人的路。上帝意念，远过人的意念。伊的心内有哪道，伊的心。一步，引带你前途。伊设立天地的根基，伊予云彩空中飘逸，是创造，是命我开，是永远小事。万美创造伊拢照是，耐心等待要着跳欢喜。耐心等待要着跳欢喜。上帝路，远过人的路。上帝意念，远过人的意念。伊的心内有哪道，伊的心。带你前途，伊设立天地根基，伊予云彩空中飘逸，是创造，是命我开，是我小事好奇。万里创造伊拢照是，耐心等待要着跳欢喜。
的心等待要条条欢喜。接下来我们要分享这首歌，让我们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来选择相信依靠我们信实的主。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他掌权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都只为阮拢亲像你。你的心是在你的思维，看见你的天小无比。万军的耶和华，都只为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欢喜敬拜。最原来的时刻，你无所应随我，不管风雨中我打来，属你的人拢无看来，世上倒来的时刻，你无所应掌管。你的这手举阮伫全地，像你的人也你是嘞。万军的耶和华，都只为阮拢亲像你。你的心是你的思维，看见你的天小无比。万军的耶和华，都只为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欢喜敬拜。最原来的时刻，你无所应随我，不管风雨中我打来，属你的人拢无看来，世上倒来的时刻，你无所应掌管。你的这手举阮伫全地，像你的人念你是嘞。我最原来的时刻，你无所应随我，不管风雨中我打来，属你的人拢无看来，世上倒来的时刻，你无所应掌管。你的这手举阮伫全地，像你的人念你是嘞。你的这手举阮伫全地，像你的人念你是嘞。属你的人踮伫你的实，会感谢俄罗主今日互阮会使来甲
各位兄弟姊妹伫遮来敬拜，来讹咱的上帝，咱互上帝咧一个拍破声好无？感谢上帝。咱三甲来读这段的圣经吼，来，信就是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咱过一摆好无？来，信就是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啊，咱看袂到，咱哪有法度有标准？这就是信心嘛，对无？哦，我相信咱拢看袂到风，当风吹来的时阵，咱去感受到迄个风来，哇，足凉诶！咱就相信有风的存在，对无？另外，我相信咱嘛看袂到上帝的疼痛，迄个爱，咱嘛看袂到。但是咱相信有爱的存在，咱相信天父爱咱，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兄弟姊妹、咱的朋友，因爱咱的时阵，咱有领受到，咱就相信爱是存在，咱有这个信心，讲有爱心伫咱的生命当中。咱来看这个图吼，你看吼，我大概看这个图的时阵吼，我就想哇，时间过了真紧吼。咱出世的时阵，咱去幼稚园，咱去国校，咱去高中、大学，咱开始做工课，然后娶某生囝，过来年纪较大，那上帝伫咱大汉的这个一个路途当中，拢照顾咱。但是呢，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信心的功课。我就简单分享我家己信心的功课。我是伫台湾出世，13岁的时阵，我就离开台湾。我是一个小留学生，爸爸妈妈拢伫台湾，我家己去到南美洲，迄个国家叫做巴拉圭，有听过无？有吼，我伫巴拉圭，因为我阿公阿嬷甲我两个阿姐拢伫巴拉圭，我阿姐就讲光泽啊，伊就甲阮爸爸讲，迄阵伫迄个80年代吼。迄阵巴拉圭比台湾搁较好吼，我阿姐就敢若甲阮爸爸讲，阮爸爸就讲好啊好啊，无我就带光泽去伫巴拉圭，所以我去呢，去伫巴拉圭时阵，我就开始读我的国中。迄时阵呢，我印象真去上课迄时阵呢，人甲我讲，迄个同学咧甲我讲话时阵啊，我拢听无。伊时阵甲我讲讲电影嘛，我讲伊是咧甲我讲啥，我根本拢听无。到尾因无法度吼，伊就甲因的身份证摕出来。原来伊咧问我讲叫啥物名？迄时阵我完全听无因咧讲啥，我就去读书安尼。迄时阵呢，因为我住伫阿姐个厝，我做想阮的台湾的妈妈、爸爸甲我姐姐甲妹妹。伫迄个时阵呢，我做想因，我就去电信局就敲电话转来互妈妈。伫迄个时阵呢，拢无 Line 啦，无迄个网络所以敲电话转来台湾是有够贵的迄时阵是用美金用1秒1秒2秒3秒就开始甲你算你爱付偌济钱安尼我迄时阵我国小毕业嘛，国校毕业我无钱啊，所以我就讲妈妈，我做想你的我就讲了时就电话紧挂落就紧撞转去厝撞转去厝就去。房间内底被那个扛起来就开始哭安尼，就真想我的妈妈。迄是伫个大概是我的国中的时阵，我是安尼过妈妈迄时阵伊嘛是无法度去看我阿姐就甲我讲你知影无？妈妈过年过节的时阵拢做想你，伊嘛是哭甲安尼恁两个拢共款那迄时阵就是我的国中就是安尼过。过来因为我伫遐读国中的时阵，我是爱读。西班牙语所以我就伫遐学。阮爸爸呢，细汉就甲我讲光泽你知影无？迄个医生你做医生，你就在赚大钱你未来你就变烦恼我就伫遐，我就认真读册高中毕业了，阮的阿哥我有一个阿哥住伫巴西一个阿伯嘛住伫巴西，阮阿哥就甲我带去巴西。伊讲我你讲巴西比巴拉圭较好啦
啊，你来吼，会使教我斗3工，啊，你会使来顾我的店，吼，啊，你个会使佫继续读书安尼吼。啊，伊就甲我带去巴西，我就继续过去读书。啊，你知咱巴西吼，伊是读葡萄牙语，吼，你知吼？所以我国校是读咱的中文，吼，啊，伫厝会讲台语，吼，啊，我国中的时是讲西班牙语，啊，时阵我佫读意大利学校，所以我爱读意大利文。啊，我若哥甲我带去伫巴西，我就开始佫对头开始，我就开始读迄个葡萄牙语。啊，你知影迄真困难，真正足困难的，就安尼转来转去吼，啊，喙齿拢袂练转安尼吼，真辛苦。但是感谢主吼，我伫遐就开始认真读册吼，一方面甲阮阿哥斗3工来顾伊的店，啊，过来我就认真读册。但是伫我咧读册的过程当中，阮爸爸伫阮有一块地吼，爸爸开始起厝，啊起厝呢，啊就无卖去，啊迄银行的贷款就甲阮厝甲阮的厝就倒去安尼，吼，阮经济就有问题，我就继续读册。啊，伫迄时阵我就开始半工半读吼，我就去上会啊，吼，去甲人做翻译啊，吼啊，因为我做爱运动的吼，所以我就拍桌球的校队啊，吼，有奖学金安尼，啊，我就完成了，我就甲我的册吼，有顺利有完成啦吼。甲恁分享一下，我是真正法度做医生吼，所以我有变成牙科医生，吼有人就会问讲啊，你牙科医生你若我爱做，你若来唱歌吼，啊，阮爸爸嘛问我这个问题吼，光者啊，你要唱歌一辈子嘛，吼，你要一世人唱歌嘛，我妈妈就甲我讲吼，你啊有欢喜吼，伫这个工课吼，啊你就去选择，你就行这条路，我甲你支持安尼。啊，我真感谢上帝，我爸爸妈妈伊拢足支持我行这条服侍的路。吼，因为迄时阵阮厝是同困难的时阵，因为阮厝无卖去嘛，啊贷款付袂起，啊厝拢总无去安尼。啊，你会使想讲一个爸爸妈妈饲一个囝，吼互伊读书，会使做医生。啊，当你同需要的时阵，伊无去趁钱，伊颠倒去唱歌吼，去世界去传福音安尼吼。我真正感谢上帝，这就是我信心的功课。过来我就加入一天文合唱团，我伫这个团队内底，我总共27档，27档，伫这个过程当中，一边教服侍，一边学习，安怎来服侍上帝甲传福音。真正对我来讲是真大的信心的功课，因为我头前入来迄几个团员吼，拢是读音乐的，你知无？吼，因简单来讲吼，因咧谱摕起来，谱摕起来，就法度唱，就法度随去录音室录音的。我是爱写1、2、3、4的吼，我写1、2、3、4安尼吼，就较骨力的吼，家己因安尼会使看会使唱，我就爱。下班了，等去厝吼，就认真咯，就开始背啊，开始认真。我是安尼开始服侍，所以是会使讲对零佫开始吼，重新开始，伫我的生命当中，上帝来带领我，互我有对上帝的信心吼。就无想着要想着讲吼，到尾我会做因的团长啦，吼，就是讲我来安排因要唱啥物歌，吼上帝真正是伊的。作为吼是咱无法度去想的吼，伊的意念关过咱的意念，吼，伊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我也知影吼，伊也讲，我也知影讲我要唱歌一世人，我就无爱去读较济册啊吼。对，我想我读较济册要创啥安尼吼？但是感谢上帝吼，咱所读的嘛是有会使帮助咱的吼。所以我咧做代志吼，阮牙科吼要看病人，我拢爱。按部就班，一步，就训练我做代志，拢爱一步吼，按部就班来做，我会使安尼学习吼。今日呢，我想吼，我简单分享我甲来加入天运吼，我加入天运进前的一个故事。那过来，咱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请接书吼来读咱这个经文吼，来，马太福音来，请多谢。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到34节，
所以我甲恁讲，无得挂入你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也是你的身躯要穿啥物。你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米粮，也你的身躯敢无较大伫衣裳吗？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聚伫厝册仓，你的天父也伫饲伊，你敢无比遐个较贵气吗？你什么人会用挂虑，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衣裳挂虑啊？试像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伊因无着磨，无芳势。若是我甲你讲，当所罗门结项午的时，伊所穿的无达得即荷花的一蕊。但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歇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何况你？小信的人啊，所以无得挂虑讲，我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你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你欠因的，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你。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虑，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会艰苦，一日伫一日到夜。多谢。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咱人啊，其实足够烦恼的，你也想讲，我甲恁分享我的故事，哇，我有足侪代志会使烦恼。耶稣伊伫即段的圣经要教示门徒啥物，要甲伊提醒啥物？伫即段圣经的头前，伊是讲一个人袂使侍奉两个主，你毋好侍奉上帝，叫侍奉钱金。对我来讲，这是真好的提醒，因为我已经选择要来服侍上帝。我规个厝需要钱，我就爱做一个选择。感谢主，所以上帝提醒我讲，莫为着我的需要来烦恼，因为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伊要供应，伊要互咱需要的物件。所以感谢主，上帝就是安尼，互我学习。对伊有信心，一天一天来跟对伊的带领。咱相信上帝了，咱嘛是会烦恼啊。有当时啊呢，是咱对上帝的话，咱的信心嘛较衰，咱袂记哩，上帝会甲咱教示，咱敢若看到咱的问题。搁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咱对于迄个未来啊。有足侪无确定性，咱嘛会烦恼。像讲，咱最近看到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迄个关税的问题，一时迄个新闻一来，哇，咱就开始烦恼。搁另外一个可能是魔鬼，魔鬼有当时会甲咱讲白贼，伊会甲咱讲你这个你有问题哦，你身体安怎哦，你会安怎，你袂使啦，安怎，咱就会烦恼，咱就会惊吓。我是读迄个心理学因为咱的人咱来设施，咱甲咱的生命为两条平行线当咱的情绪有当时咱会有起，有当时有落。你知迄个咱的无法度控制咱的神经的时候往上面的会变成迄个神经病会攻击的会拍人的。另外你的情绪一直落去的，爬袂起来，迄个人就变成忧郁症。所以咱是拢会拄着咱的生命当中，咱拢会有起落，会起落，咱拢会起落。在这个起落当中呢，上帝伊拢透过伊的话咧，甲咱教，咱来相信伊的话。伫我2017年，我都要接救世传播协会的 COO 执行副会长。迄时阵我去看一个医生就是做一个检查要检查我的肝有用迄个超音波。
你知影咱迄科叫肝胆肠胃科嘛，吼，就是大部分拢咧看你的肝啊、你的胆啊、吼、你的肠啊、吼，你的胃啊，迄时阵检查出来，我检查出来我的脾脏，脾脏肿大，脾脏较大，迄时阵拄仔伫过年的时阵，伫迄个过年，咱知过年拢放假嘛，无医生嘛，我拄检查拄仔迄时阵，我看到迄个报告，哇！我看迄报告，脾脏肿大，我讲要安怎吼？有可能有两个病啦吼，一个就是肝硬化，另外就是迄个血癌，白血症吼。对我时阵说，哇，我拄要做副会长、执行副会长，我的生活吼，就对迄个，你知本来是彩色的，你知无？哦，未来真好哦，突然间变黑白，你知无？我唔知要哪继续来服侍上帝。迄时阵我有一个同学伊拄仔是肝胆肠胃科的医生我就打电话甲伊问伊讲光泽啊，我甲你讲啦，你莫烦恼啦你莫想伤济啦等你想伤济你袂较好啦伊就甲我讲你知影当阮医生检查伊迄个角度当时歪一拄拄你有可能变较大较细安尼所以你就继续去追踪安尼你就继续去看医生安尼。感谢主我就是安尼伫迄拄着迄个情况内底也是爱学习相信上帝，毋是一直烦恼。你知迄个礼拜迄个礼拜我一礼拜我减肥5公斤，5公斤你若要减肥莫学迄无健康迄是因为烦恼的关系。所以咱虽然咱是基督徒，咱嘛是拄着困难，咱嘛是会烦恼，但是咱定定会记得上帝会甲咱来加持。咱三甲来读这段的经文，好无？来，所以我甲恁讲，毋得看如恁的性命要食啥，要为看如恁的性命要食。为食而忧虑，要食啥物，也是恁的身躯要穿啥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牛，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衣裳吗？所以无得看如讲，恁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所以无得为明仔日看如，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如，一日的艰苦，一日就到夜，一日就到夜。伫即段的圣经上帝甲咱教，伊有讲3解，无得，无得，无得。伊甲咱教是讲咱无得，咱毋通烦恼，伊这是伊的命令。但是咱有当时也袂记哩伊的命令，咱过来看咱来相信咱是上帝囝儿的身份。咱来读这段经文来。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蓄，夜底饲因，恁减无比车的较贵气吗？上帝伊是按创造咱，所以咱确定是比飞鸟更较贵重，因为伊是咱的天父。咱有对一个做爸爸妈妈的，袂去爱咱的囝，所以咱的上帝伊是爱咱的。虽然咱伫世上咱会拄着困难，拄着苦难，但是伫苦难当中，伊是甲咱三甲行的。所以咱来学习来相信伊伫咱的困难当中是甲咱三甲行的。咱嘛爱明白。更较侪烦恼嘛是袂使解决问题。我头拄分享，恁想我伫迄个礼拜，我一继续烦恼咧，我会活较久无？绝对袂。我继续烦恼咧，我是会更较善良，但是我袂活更较久吼。所以咱来读这段经文来。恁什么人会用看如，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咱去一遍，好无来？恁什么人会用看如，互性命较长一刻久？所以咱会清楚，咱会明白，咱会
更较烦恼，更较侪烦恼，咱嘛袂活更较久。所以感谢上帝，伊安尼甲咱教示。我伫ORTV 服侍27年，阮有一个创办人叫彭蒙慧老师，请问有听过无？彭蒙慧老师吼，阮是空中英语教室甲天韵合唱团。伫阮这个机构内底呢，阮有200几个全职的同工，吼，我伫2019年的时阵呢，我就接这个会长这个职务。伫这个职务内底呢，我第一天拄到的就是阮的创办人彭蒙慧老师伊破病。我伫2019年7月1号接会长，接会长。阮彭老师呢，伫6月30破病，8月初5出院。伊伫2019年12月病危。那感谢上帝，上帝保守伊过5年。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继续甲阮的创办人服侍。过5年的时间，一直旧年，互上帝接回天顶，迄是我拄着第一个困难，我接会长，我第一拄着困难，第二个困难就是新冠肺炎，的2020年就是新冠肺炎，迄阵我拄接会长，第三我拄着足大的困难的，就是你知影，阮是卖杂志的空中语教室，阮是卖杂志的，天韵是卖 CD 的。恁知影我即马拄着的困难有偌大无？所以即马也是我的信心的功课，我咧学习。但是感谢上帝，就是讲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伊敢若三角地地，所以咱来继续倚靠伊，毋是倚靠咱家己。咱来学习倚靠上帝，伫困难当中敢若三角地地，伫咱顺利的时阵，伊嘛甲咱三角地地。所以说落来，我想要邀请大家。会使恁会使甲我唱这条歌无？这条歌叫做《眼光》，伊是有台语的吼。这条歌呢，伫迄个921地震的时阵，阮写出来，帮咱足侪人。伊要提醒咱，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的眼光是伫困难，还是伫上帝的心上？所以咱三甲来学习唱这条歌，好无？来。天色虽然黑暗，星星犹原伫遐闪烁。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关山虽然危险，若有信心就通飞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疼心就通听到天的耳边。啥人会当伴过所有艰难灾害？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地飞？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啥人会当伴过所有艰难灾害？啥人会当看见美梦地飞？上帝的心看见美梦，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到美梦。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美梦。上帝心看见希望，求主帮助咱，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使看到上帝，因为伊的心是会使互咱看到希望。所以，我要甲恁分享这首歌，就是耶稣，伊为着咱死伫十字架，伊所流的宝血，洗净咱的宝血，洗净咱的罪，互咱是得到永远的活命。咱三甲用这首歌来回应上帝的听。
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哦，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哦，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哦，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我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谢谢耶稣。最后，我们用一首圣诗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兴起，为耶稣一起来传福音。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那荣光，他正踏进一些不良不当时空一现场，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进行。基督将是人海的美丽，正如百合花，在他情怀满有荣光，使我们改变想法。他全律是世人称神，我也人生吉祥人，真神正在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宣称在进行。一起来唱。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那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亮不透时空一现彰，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进行。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宣称在进行。荣耀归给基督君王，神的羔羊做好坐上，永远的生，罪恶死亡，复活的主，生命真光。荣耀归给基督君王，神的羔羊做宝座上，永远的生，罪恶死亡，复活的主，生命真光。兴起为耶稣，兴起为耶稣，做出十架精兵，高举出荣耀旌旗，高举荣耀哈利路亚，生命。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宣称在进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